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清明年假就要结束，因为华南喷气重煞提醒民众出门要早雨伞。另外，国道5号早时就一车阵会塞到半暝。大家嘛要紧，昨暗时起价，但是拄起价无偌久，就有人拿手互相烧 A 起冲突，警方随到场依法侦办。高雄有查某人甲救护车头驶走，加在警方有找到车。台北西门有一个查甫人摕刀啊，甲留学生害着伤。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4月初5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因为华南喷气重煞，今仔日北部、东半部、中部拢有雨水，提醒民众出门爱扎雨伞。清明年假就要结束，高公局估计今仔日国道全日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以上北的车流为主。国道5号早时就出现车阵，可能会一路塞到半暝。国道罗东交流道一透早车阵就绕长，塞大约2公里；基南交流道入口也塞大约3公里。因为清明节连假要结束，真侪民众准备休假上班。高公局预估讲，初5礼拜四国道规日的交通量是128万车公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3倍。其中上北的车流可能到65万车公里，是平常日年平均的1.4倍。国道5号上北的车流甚至可能会塞到半暝。5到5号，就如刚才所说，从现在开始已经有车流出现了。那我们建议从宜兰地区往北的民众现在就要赶快出发，因为接下来这个拥塞的车流可能会持续到深夜才会得到疏解。今仔天气的部分受到华南喷气向东平线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出现局部降雨，中部地区也有一寡降雨。未来2-3天拢是这款的天气，较大的天气变化会伫后礼拜初9，又搁一波锋面通过，4到全台湾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公雨。9号。周3的晚上开始到周4，降雨是比较明显的。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雨势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提醒讲，未来一礼拜台湾天气无稳定，各地落雨的几率真悬，民众出外时爱记早雨具。因为高公局也表示，因应清明节连假，中昼12点到暗时9点，从国道1号虎尾保盐系统甲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提醒民众出门进前上好先查上新的路况，或者是改行代替道路。也建议民众加利用公共运输，并且注意交通管制资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大家嘛要紧，高工8暝昨暗时起价，拄好当着清明连假期间，庙方估计有60万人参与。不过拄起价无偌久就起冲突，有一个查甫人拿手要替神桥开路，甲另外一个团体烧 A， 阁有人摕安全帽啊甲伊喊，警方随赶到现场，甲依法侦办。4号暗时10点45分，大家嘛起价。正式展开9天8暝的料警，今年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请马祖上桥，由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大龙市长罗秀燕扶马祖銮桥出庙门，差不多1分10秒就通过庙埕，创下往年上紧的纪录。今年拄好拄着清明连假，庙方预估参加料警人数会比去年加2成。起价东岸估计有60万人。走在马祖的前面应该会比较轻松，因为马祖那么停那么紧，所以你若唔捌行过吼，会感觉较忝。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往年更较侪，庙方提醒民众要注意随身的物品。不过大家嘛才拄起价，4号深夜11点外，銮桥经过大家区光明路甲顺天路的时阵，就传出冲突。一名黄氏男子想要为銮桥开路，甲穿白衫的团体杀来杀去。其中一个人摕安全帽攻击黄氏男子，警后续会追查涉案人的身份，并依法侦办。本分局正积极追查涉案之白衣男子到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为人依法就办。大甲妈銮桥自家伫咧彰化市南窑宫，彰化警方会看状况实施交管，以用上定发生抢桥冲突的民生地下道，会全面检康。机动应变队卖前往热点，防范冲突的发生。公司新闻大同报道。
高雄发生离境的偷车案件，高雄市消防局一台救护车今仔日早时甲病患送到病院，医护人员无用力甲人送到急诊，一个查某人煞甲救护车驶走。加在路尾警方有找到救护车，也无物件判决，消防局会调查敢有疏失。救护车换伊一直叫，一路对北高雄往高雄港方向一直开，只是当时开车的人毋是救护人员，而是偷开这个救护车驶出的查某人。救护车尾出现伫高雄港区丰内二路，高雄港务警察抓到这查某人。这台救护车原先是停伫高雄荣总病院的急诊室门口，从偷开走了后，一路开10公里，尾才用车掉。发现该部救护车的时候，该救护车已经停止驾驶的状态。那该名女性驾驶在驾驶座，那直接把她拉下车，当场进行逮捕。初5早起，这台救护车送一个病人到病院，因为对方病情真严重，车顶2个救护人员先把人送入去急诊室。病院外口出现一个查某人，先爬入去头前民间救护车，偷开车无成，转入挖近消防局的救护车，发现车门无锁，锁匙也无摕起来，有是直接把车开走，前后也无到1分钟。由车顶有 GPS 定位，警方真紧就破案，也过查某人互抓到时情绪无稳定，警方也过在调查原因。会有点小疏失啦。那过去我们的教育也有希望说，我们下车的时候能够将车停妥、熄火，那将钥匙拔除以后再来处理。但是因为基于这个病患的权益，可能这次做的比较急。高雄市消防局讲，送病人到病院一般会要求车爱先熄火，并且把锁匙摕起来。也过状况若是开急，也是救人优先。这摆当然是烦恼讲，病人先回急，才会有疏失，后续会进行调查，若是有疏失，也是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西门町今仔日透早有人摕刀仔甲人抬，一个姓辛的韩国留学生甲朋友行过昆明街，所有一个食酒醉姓周的查甫人，就是家己互因银，就摕刀仔甲留学生的脚趾片开着伤，佮酒驾离开现场，落尾互警方查落来，按照杀人未遂、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讲是画面当中，姓周的男性对后斗提出插刀，看起来是要做歹。透早6点外，伊甲朋友伫西门町啉完酒了后，伫昆明街开讲，却认为经过姓辛的韩国留学生家银，竟然举刀冲过去，甲留学生的脚趾片扑着伤。男子返回车上时开3刀，攻击该外籍男子，造成外籍男子右背部受伤，无生命危险。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然后掌握犯嫌。警小姐调报案到场，甲留学生送去中乡病院救护，急救了后无生命危险。姓周嫌犯甲人扑了后，佮食酒洗车逃走，伫中山区互警方抓落来逮捕，食杀人未遂、公共危险罪官司。该铐要铐起来。留学生甲规个过程，佮有脚趾片受伤的情形铺上网，讲无法度相信伫西门町会发生黑白扑人的案件，佮表示台湾的治安真好。我们的游客也是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啊，加强那个警方的那个巡逻之类的。常常都有酒客就是喝醉酒闹事这样子啊，警方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效率也是蛮快的。对外籍学生互人扑的代志，民众认为讲代志发生甲真突然，也若受伤的留学生因为被休困，无爱互媒体访问，因为伊是来台湾学华语的附大华语文中心的学生。附大是表示案发了后，已经有师傅甲老师去甲伊看，后续若有需要会甲伊协助。都市新闻采访报道。中东局势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指出，美国一边展示武力，一边要求谈判，伊朗可能会改变手法，愿意直接甲美国沟通，看安怎放弃核子武器计划来换解除制裁。另外，川普也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可能上紧后礼拜就会访问美国，会谈加沙的情势等等问题。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空袭，死伤人数继续增加。对此，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必须要加快放人质的进度，并且希望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目前，人当伫咧匈牙利访问的纳坦雅胡也和匈牙利总理奥班见面时，和川普通电话。I spoke to him today,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coming to our country sometim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maybe next week. And we'll speak about Israel. We'll speak about what's going on. 不过，
国以色列时报引用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的话来讲，纳坦雅胡一直到当地时间初六才会回国，说来就是犹太人真重要的逾越节假期。后礼拜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增加。澳洲的对外新闻网分析指出，伊朗的浓缩铀提炼已经达到60%的等级，敌因有核武器的时刻是愈来愈近。美国甲以色列拢有对伊朗动武的准备。美军的B-2轰炸机已经进驻印度洋的基地，海军的舰队也向中东刷叮当对伊朗施压。不过，川普煞真有信心，认为伊朗落尾会同意直接和美国面对面谈判。They want to use an intermediary, and I believe the U.S. wanted direct talks. Would you still be willing to talk to them via an intermediary? I think it's better if we have direct talks. I think it goes faster. 对外新闻网指出，川普政府予伊朗2个月期限，同时间除了以武力施压，阁有加重经济制裁，譬如讲对中国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提悬进口关税50%，断掉伊朗的外汇来源。原来这个方法敢会有效果，有缘爱观察。公司新闻，家人朋友。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影响全球的股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调集中央银行、金管会等部会，了解目前国内的股汇市的状况。另外，行政院也证实已经派人去美国加强谈判。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参企业界的代表会谈，明仔载阁有第2场，希望了解各产业第一线的看法。美国宣布对台湾扣32%对顶关税，行政院提出880亿的协助方案，要对9大方面各有20项措施支持国内产业。行政院长杜英泰后礼拜也会调集朝野做伙来参详。立法院民进党团表态讲，期待各党会当放下冲突的意见，共心对外，也对在野发声讲，若准感觉行政部门提出的因应措施无够好，会当提出更较侪建设性的建议。希望朝野各政党，摒弃党派之私，摒弃个人的一些成见，共同来支持产业，一起来度过川普关税政策所导致的一些难关。那边虽然拢表态讲国家面对危机，愿意朝野对谈，不过也呼吁执政党爱先停止政治斗争、甲大罢免。民主党团总调黄国昌阁批评讲，行政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旧的干仔装旧的酒，无准备、无谈判、无对策。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调集国事会议，除了邀请朝野的政党，也要听产业界的心声。赶快暂停大罢免，赖清德总统应该赶快出面的邀请在野党一起来共商国事，怎么能度过这个难关？一方面，好好去倾听企业的这个声音，这要由纳税人来一起负担。但是，到底我们所谓要向美国严正交涉，到底要向谁交涉？交涉什么？完全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报告。国民党团是表态讲，会伫会议当中坚持行政院应该撤回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复议案，赶紧提出总预算改动案，也要说明特别预算880亿安怎具体运用，各和美国参详的进度。行政院是证实讲，已经派人去美国参详，会加重谈判的力头。总统府是表示，赖清德总统初五甲企业界代表伫官邸会谈，初六会邀请传统产业甲中小微型企业代表进行第2场的企业座谈，来听产业各界第一线看法甲需求，希望予因上大支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要甲台湾扣32%的对顶关税，而且佫讲真紧就要甲晶片甲药品扣税。对此，行政院长提出880亿的补贴案，希望降低对农业甲工业的冲击。不过，工商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要对美国甲关税有关，才有谈判的本钱。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要对台湾扣32%对顶关税税法，对着这么大的冲击，行政院提出880亿补贴方案，希望降低对农业甲工业产业的影响。不过，工商团体却是认为无拍到痛的所在，认为应该对美国也采取有关关税来回应，才有谈判条件，并且争取甲美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BTA。要跟美国交涉的不只是关税，而且我们到跟美国的 BTA 投资协定来也应该要积极来洽谈。我们提高关税跟洽谈 BTA 不能只听他的，最坏就是不消美国嘛。对我们出口就是不平等嘛，我们的竞争力就会降低嘛，而不是在补助啦，或者在说怕这个失业劳工啦，重点在32%如何跟美国再度的谈判，让这32%能够下降。
那安尼，川普更加进一步讲，真紧就对晶片甲药品来扣税。对此，药师工会专联会指出，台湾药品75%外口进口，卖到美国药品数量是真少，所以讲直接冲击并无大。较烦恼的是讲，整体关税提悬了后，欧美这主要制药的产业链，可能因为原料介绍这成本提悬，减少生产量，加上台湾健保减药价、利润价，可能会造成这个台湾欠药的情形。药厂的生产降低以后，它的供应链会寻找利润好的国家先卖。台湾因为市场小、利润低，台湾第一个会被剔除。药师工会建议，应该就此向民众来宣传使用国产含名药啊，增加国产药的使用。也那产业界也指出，政府的投资奖励做甲无够。若是要大商转来台湾投资，就要来加强台湾的条件，也是协助厂商出口到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召开相关产业座谈，才好找到真正因应对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中正纪念堂头前有大批民间团体集合，号召大约500个民众，和诉求爱甲中正纪念堂关起来，而且赶紧做园区的转型，也请伫台湾各地头的维权上顶，落实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台湾不需要独裁者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的大门关咧，大批民众伫头前举布条、画口号。今年是蒋介石过身第50年，一个民间团体拜六伫中正纪念堂头前集合，诉求赶紧甲中正纪念堂关起来。现场有已经96岁的政治受难者出席，呼吁透过关中正纪念堂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是希望把过去的历史的事实展现出来。所以今天这个运动，不但是在转型正义的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而且我们这样做以后，才可以使一些无辜受害的台湾同胞在天之灵，还有他的家属得到少许的安慰。民间团体呼吁政府为了落实转型正义，应该先把中正纪念堂关起来，进行整体园区的转型，才可达到消除全台湾的维权上顶。一方面你在歌颂台湾的民主自由，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在首都的市中心啊，在供奉一个独裁者。全世界观光客来个家，你是要把这所有世界观光客，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信念？民间团体指出，台湾也有真侪维权上顶，亲像东上、路名、中正路、金票顶的蒋介石道样等等，拢需要改变。因强调，历史记忆的传承、转型正义的工程，各有民主是三个相关联的议题，需要斗阵推测，才通互历史莫再发生。记者郭伯君、林玉凯台北报道。老一辈的人认为食苦当作食补，不过少年人的想法是无同啊。认为自由的生活步调是上界重要，就连上班做工课着也毋茫家己会当做着一份家己喜意、有兴趣的事头。公司台语台青春那个帮今仔日下暗7点半，做伙来看少年人的选择。即马社群媒体发展了真紧，少年人对着资讯的方式嘛一直在改变。这个世代对新科技的敏感度甲接受度。互工课场袂阁限制，一定爱伫办公室内底，要安怎掌握上新的趋势？毋但是工课的需求，更加是生存的关键。而且一开始，咱看社群的时阵，敢若是 PPT 啊，或是 Mobile 01讨论版，了后阮就开始出现了 Facebook、Dcard 开始陆续出现，今嘛还有 Trade。有些年轻人又爱使用的是 TikTok 或小红书，所以这个小的你要贴，对不对？就是都 OK， 对不对？不然就照这样。好。台湾的工课场工时长的文化，已经渐渐去互少年人拍破。即马开始出现的是因对工课甲生活之间平衡毋茫。少年世代选择创业的目的已经真无共款啊！因希望有法度更较掌握家己的时间，伫下班了后的生活会当有更较侪色彩。我想要家己开的原因就是讲。头一个我无想要互人管，啊，第二个就是我的时间分配，我会使较自由。就是若是讲我今日无代志，无人客，我就会使去做我家己喜意的代志。第一个阿要社会生活，自杀的比率甲忧郁症的人数嘛愈来愈侪。现代人面对心理层面无形的负担，
有人选择运动来消透情绪，嘛有人开始学习甲家己和平共存。因为真正的健康，唔是外表看得好好，还佫包括心理的平衡甲调整。常工作上的话，一定会有压力，就是可能怕没有业绩啊，或者是怕摊位生意不好这样子。对，那其实我平常的话都很常会看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就是可以激励我自己。你好，有棉花糖、冰淇淋、饭团、草莓棉花糖，可以看一下想点什么哦。在这个变化真紧的时代，少年人用不同方式迎接挑战，有人注心在专业的领域，有人创业创造财富。有人勇敢做无共工课，追求梦想。无论面对什么款的压力，因在学习甲成长当中一直向前行，用青春谱写属于家己的人生。记者吴德庆、叶家军综合报道。大甲妈邀请第2天，今仔日要伫中华南邀请主假，下晡时中华市区已经开始热人阵。中华县卫生局结合妈祖邀请举办爱滋防治宣导活动，各夜车变装风球来助阵。变装风球热烈的舞蹈表演真摄人目，民众看甲目睭无长轮。2025年，大甲妈了境预定4月初5要伫中华南瑶宫主假，下晡时妈祖銮桥也未到，市区已经开始热人阵。中华县卫生局就来结合妈祖了境，举办爱滋防治的宣传活动。今仔日咱非常的欢喜吼，来到遮参加这个活动，有等于有，啥物拢唔惊的活动。我是第一届看到变装皇后来家表演呐，蛮新奇的，然后增加那个热闹感呐，还蛮好的，很好推广，就是因为趁现在人潮多，就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可以筛检这件事情。但年妈祖了境拢有袂少随乡的信众甲民众，中华县卫生局趁这个机会举办爱滋防治的宣传活动，安排活动游戏，让民众了解爱滋防治正确观念，现场嘛有免费的爱滋体检。因为艾滋病吼，即马是其实有药啊，通做治疗，食药了后，身躯拢无病毒，就袂传染性。毋过上重要就是爱做筛检，所以阮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吼，大家咧陪妈祖咧行路的时阵吼，顺便来做艾滋病筛检。卫生局表示，因5年前开始结合妈祖了境举办爱滋防治的宣导，这5年来艾滋病体检比例嘛愈来愈悬，袂少个案拢是早期就发现。除了透过体检守护家己的健康，卫生局嘛希望利用妈祖了境带来人阵，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艾滋病议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南在地信仰中心之一何以堂收件这届的科技为清朝时期就开始，到达传承130档的历史。清明时来收件的信众平平常时是增加2成。庙头前，侪人排队，等要互道长收件。道长手亚笔替人压刷清水温，搁念咒语，用净水甲人辟邪转运。这阵清明连假，经过庙方统计，来人平常时加2成。多数是伫拜完灵骨塔了后，来庙来求平安。最近伫台南巷仔内百年老庙何以堂，到达游玩坚持传统的收件仪式。囡仔开始拢伫遮收，甲孙拢伫遮收。为什么要收？我就惊着。我的囡仔若是有啥物惊着，还是囡仔咧困暗时会晓瞓觉咧，拢出来遮收件。即个收了拢有差啦。起初先请神，甚至若咧改运，就讲伊想啥物货，用一个本命替身，咧请神了后，咱爱甲伊制刷清净，清净了，咱嘛爱甲伊安稳一个完成公彩。民众徛伫咧拜殿收件时，才会布置有无共意涵，像涂骹是金神祖师设的永仪八卦阵，顶面有北神的八宝，佮有4只夜婆顶头牛，有4号意义。这其实来自彩绘大师蔡所如画。这间庙除了伫宗教仪式保留台湾民间信仰文化，嘛是一座彩绘艺术的宝库。阮的祖师金山祖师王岩山老道长，伊迄阵创立的，就是用这2仪八卦。还有8宝，上面有9龙4象，
还有12生肖春夏秋冬。比方讲，因为旧历拿初九、19、29日子来收件的人特别多，不过时代变迁，收件文化渐渐稀微。为了要让少年世代通明白这个内涵，何以当近来结合在地文书团体办行托活动，对定发彩绘到体验收件，因希望用较生活化的方式，把百年信仰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华岛地区15度到25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伟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AI 的风潮，市场竞争。